中油宣布，後禮拜汽油、柴油維持未起價，是有油價調整機制以來上屆久無起價一屆。中油是已經吸收172億元。雖然講是無起價，不過和舊年比起來，這油價油源是有較貴，這就帶動物件愈貴。5月消費者物價指數2.2%，是14個月以來上屆懸的。趁週末假期到市場補貨，上新的數據顯示，5月外銷錢高凊關2.99%，這個幅度比4月佫擴大。真濟上班人就感覺最近外銷真是較貴。會選比較便宜一點的，就那種6個菜不要主菜的那種，偶爾吃個主菜啦。比如說鍋類啊，對啊，火鍋，對，吃火鍋會比較高一點。主計總處統計，5月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2.2%，是近14個月新高。主要是因為天氣影響，對高菜色繼續起價，中東戰爭影響油價，另外國際機票因為燃油價小段起等3大因素，推高受天氣加5個因素影響，6月 CPI 可能會比5月佫懸一寡。今年1到5月平均 CPI 總指數較上年同期上漲1.52%。其中以雜項類及這樣娛樂類的漲幅較大，背後的原因還是伊朗的戰爭。目前看起來是有一些物價上漲的壓力。全年的 CPI 年增率，我的判斷應該還是有機會保持在2%以下。中油初六宣布，下禮拜開始汽柴油價格維持無變。不過3月開始到即馬，柴汽油總共吸收金額172.7億。學者分析，雖然中東戰爭以來政府無起油價定價，不過舊年相對油價繼續攏較低，和年增率偏懸。即擺雖然超過通膨警戒線，推高油源仍在控制範圍內。記者綜合報道。